神張學友6月21號晚喺澳門舉行演唱會，有現場觀眾大嗌：今次啊！張學友咁樣回應：今次啊！對不起啊，對不起，我不能講普通話。有網民將相關影片上載到社交平台，唔到半日已經有過萬點讚。影片可見張學友對住台下觀眾用普通話講：對不起啊，對不起，我不能講普通話。然後轉用廣東話問觀眾：有幾多人係講廣東話㗎？台下傳出一片歡呼聲，張學友笑住口，再用普通話講：沒辦法，對不起，學一下廣東話，加油！另一條片，學友解釋堅持講廣東話原因。有幾多朋友識得聽廣東話㗎？唔識聽廣東話嘅朋友，唔好意思啊。咁喺呢度咧，今日咧就澳門啊嘛。咁即係都係以廣東話為主嘅，咁所以今日可能有啲歌我會唱國語啦，當然係嘛。咁大家知我好國際，咁應該唱廣東話或者唱國語嘅，咁我都會盡量去唱下。咁希望大家可以享受今晚演唱會。有網民留言點讚表示撐粵語，多謝學友。